朱淑芳是长女，生在客家务农家庭，从小就习惯父母下田时由她负责掌厨。今天做的那个菜都是很简便，然后又很快速，农民累了回来马上用一用就可以吃了。所谓的简便快速，是几分钟就能完成一道菜，而且在节省的前提下就地取材。美浓盛产木瓜，不只当水果吃，也能变出佳肴。这个汁不要浪费了，这个汁很甜，可以一起拌下去煎。焖煮过的木瓜丝加油、葱、酥、盐巴调味，再以青葱增加香气，类似日本蔬菜煎的做法，是美浓道地客家风味的木瓜板。自己动手做一做，是不是节省很多？满满一大盘，成本5到50块，当正餐点心都容易有饱足感。重要的是，卖相不好、进不了市场卖的木瓜不会浪费掉。反正你的食材用到我们这边，好的、不好的，我们都有办法去做料理。客家女性在食材上的善用变通，常给人惊喜。朱淑芳曾经做木瓜烧肉片，参加创意料理比赛得奖。做木瓜风肉，木瓜酵素让猪肉的肉质更软嫩，意外速配。农会因此请她授课，也让单纯的主妇多了使命感。我是希望说把美浓的木瓜推销出去。空豆懂后适用那很爱做做花黑奶就可以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老实说，都是我煮的。这天有新竹来的朋友做客，虽然也是客家人，对美浓的木瓜板很陌生。合作的农会人员也在这一桌菜肴中衍生新想法。游客来这边，他们其实可以边玩边吃。希望他们说，来到美浓不只是只有板条、纸伞，那其实它的农特产品是非常丰富。农民当然希望木瓜卖得好价钱，但供需价格未必能操之在己。像朱淑芳这样结合料理推广，就多了一种行销力量。上课喽！空豆懂后适用做下黑矮煮鸡。空豆懂后适用做下黑矮煮鸡。谢谢宗仪老师。